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8，箴言16章31到32節安尼講：白頭毛是水的源流，得意的路會吹着，無快快受氣，贏過勇士。管轄家己的心的，贏過厝着城的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行得義的路，管轄家己的心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至聖、至真、至權、至聽的全能上帝，你的名佇全地到這懸大，我要來大聲學樂，甲稱頌你的奇妙偉大。主啊，你滿有真理甲恩典，我很感謝你賜下智慧的話，來引帶阮行佇正直甲平安的路。願要感謝你無煞，主啊，生活中有時充滿試煉，有時人用惡意對待阮。主啊，求你予阮有智慧安穩的心，來面對所拄着的境遇，因為白頭毛是水的源流，得意的路會吹着，無快快受氣，贏過勇士。管轄家己的心的，贏過厝着城的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